来看高雄的轻便铁路过去大部分的意外拢是伫平面的轨道顶头发生的。无晓得讲昨暗伫高架段的真爱码头站，有民众看到乌托邦徛伫轨道顶头这实在是伤过离谱咯。警方嘛会调监视器的画面，要来查这台乌托邦。 下暗的轻铁真爱码头站，一台无牌机车出现伫铁轨路顶面。事发伫27暗时8点外，轻铁高架第一摆出现机车乌白撞入来，毋拿单车的民众看戆去，外地游客嘛感觉离谱佮危险。这个轻轨啊，在轨道上。哦，那当然危险啊！任何人想都知道。公共运输吗？对啊，怎么会有那个摩托车骑上来？ 轻铁普吉大义站附近的大义街，各是牌清楚标明禁止汽机车入来，但机车疑似就是对这撞入来，徛起伫大义站向真爱码头站的高架铁轨路，经过真爱码头站了，继续沿铁轨路落高架，徛将近2公里。它可能就是一个一瞬间从坡道的底部骑上来的一个行为，所以应该是刚好在巡逻的空档当中，那发生这样的事件。当然，如果我们保全在现场有看到的话，第一时间一定会 予以制止，并且通知捷警来现场开罚。就算轻铁非上下班无闲时段是15分钟一班，撞入铁轨路，有缘可能造成车祸事故，非常的危险。已经违反大众载运法，会使处1500到7500块不等的罚款。高捷甲载运警察嘛合作追查骑机车的人的身份，依法开罚。记者陈环武、柯建俊高雄报道。